終於有人講清楚深圳批發市場啦！買手機殼去華強北賽格通訊市場，買零食去京城食品交易中心，買飲料水果去海吉星農批市場，買海鮮去羅芳海鮮批發市場，買綠植鮮花去荷蘭花卉小鎮，買文具去筍崗文具玩具批發城，配眼鏡去橫江眼鏡城，買外貿服裝去華海達服裝批發城，買陶瓷去桃園陶瓷工廠，買潮流服飾去南油服飾城，買蔬菜乾貨去福田農批市場，買書籍去八卦嶺書刊批發市場，買雜貨臘味去南貿市場，買軟裝去 ADC 藝展中心，買港貨去鹽田中英街，買小首飾去東門綁華樓，買窗簾布料去華輝布料城，買黃金珠寶去水貝，買化妝品去明通化妝品市場，買小商品去雙龍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，買茶葉去龍崗東方國際茶都。